早晨，我係5E班嘅陳德星、彭子健、譚康橋、黎雨晴。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將舉行，呢次選舉唔單止係香港嘅重要里程，更係我哋攜手共建美好未來嘅關鍵一步。一個高效、具前瞻性嘅立法會機關，喺推動社會持續發展、實現良政善治嘅基石。香港的未來由你我共同創造，考一考大家立法會選舉常識問答。今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幾屆的立法會選舉呢？我知家長已經同我上咗選舉事務處呢個網站閱覽咗好多資料。今次係第8屆立法會選舉，第8屆立法會選舉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完善選舉制度後嘅第2次立法會換屆選舉。今次選舉嘅投票將於12月7日星期日舉行。立法會係香港法治同埋社會發展嘅重要基石。議員代表市民發聲，監督政府，推動惠民政策，因此大家嘅參與可以保障香港嘅長遠發展同埋利益。香港立法會選舉嘅地方選區分為10個，呢10個地方選區分別係香港島東、香港島西、九龍東、九龍西、九龍中、新界東南、新界北、新界西北、新界西南同埋新界東北。將會產生90個議席、20席地區直選、30席功能界別同埋40席選舉委員會界別。投票是我們履行公民責任最直接而重要嘅方式，既能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，對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，對特區良政善治長治久安至關重要。我們鼓勵所有合資格的選民踴躍投票，積極參與，共同選出賢能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貢獻力量。立法會選舉常識問答，大家知唔知幾多歲可以投票呢？年滿18歲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登記成為地方選區嘅選民並投票。雖然我哋未合資格，但都可以請家人投票，讓我哋共同把握機遇，支持香港邁向更美好嘅明天。每一張選票都承載着我哋對未來充滿嘅期盼，匯聚成推動社會進步嘅巨大能量。等我哋同心協力，以實際行動支持立法會選舉，共同為香港譜寫更輝煌嘅篇章，為下一代建設一個更宜居、更充滿希望嘅未來。多謝大家。